主后2025年7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互外表惹坎内心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撒母耳记上卷16章第1节到2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16章。上主甲撒母耳讲：我已经气杀扫罗，无爱伊搁做以色列王。你要为着伊忧伤偌久？你用油甲角堆好满，准备出发。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。我伫伊的囝中间已经拣一个要做王。撒母耳讲：我哪通去？扫罗若听着会杀我。上主讲：你带一只母的牛仔去，讲你是要去献祭予上主。你着请亚西来负这个祭事。我要指示你应该做的事。我甲你指示迄个人，你着替我甲伊抹油做王。撒母耳照上主的话去做，去到伯利恒，城内的长老拢皮皮掣出来迎接伊，讲：你敢是带平安来？伊讲：是带平安来。我来是要献祭予上主。恁着洁净家己，甲我做伙负祭事。撒母耳就甲亚西甲伊的囝洁净，然后请因参加祭事。因来的时，撒母耳看到以利押，心内想：徛伫上主面前，这个一定是伊所选立的人。毋过，上主甲撒母耳讲：毋通看伊的外表，身材大汉。我敬的毋是这个。上主得看，无亲像人得看。人看外表，上主看内心。后来亚西叫阿比纳达对撒母耳面前行过。撒母耳讲：上主嘛无拣这个。亚西阁叫沙马经过。撒母耳讲：上主嘛无拣这个。亚西互伊7个囝拢对撒母耳面前行过。撒母耳甲亚西讲：上主拢无拣因。撒母耳阁甲亚西讲：你的囝兼拢伫遮。伊应讲：还有一个煞尾囝，伊即阵伫饲羊。撒母耳甲亚西讲：你找人去叫伊来。伊还袂来，咱无要坐倒。亚西派人去叫伊来。伊红过赤齿，目睭有神，生做英俊。上主讲：这个就是你甲伊抹油。撒母耳就伫大笔遐兄哥面前，用甲台的油甲伊抹。对迄日起，上主的神完全支配大笔。撒母耳就出发倒去拉玛。上主的神离开扫罗，就派神对上主遐来，互伊去行侠。扫罗的人神对伊讲：当有歹神对上帝遐来，互你行侠，请王命令军队里的部下找一个敖弹琴的人来，安尼对上帝遐来的歹神来的时，叫伊弹琴，你就会好。扫罗甲伊的人神讲：恁甲我找一个敖弹琴的，甲伊带来我遮。有一个少年人讲：我捌看到伯利恒人亚西一个囝敖弹琴，伊是勇敢的战士，口才好，外表英俊，各上主甲伊同在。扫罗找使者去见亚西，讲：请你去叫你迄个得顾羊的囝大笔来我遮。亚西就叫伊的囝大笔用炉仔载真侪饼、一批地酒，甲一只山羊仔带去送扫罗。大笔到扫罗遐，甲伊侍候。扫罗真疼伊，
经伊做示话，替扫罗举军去。扫罗找人去甲亚西讲：我真介意大卫，请你互伊伫我身边侍候我。答辩对上帝遐来的歹神临到扫罗的时，大卫拢会弹琴，扫罗心情就轻松，恢复元气，歹神就离开伊。要互外表热坎内心。细汉的时，阮厝呢真散赤，常常爱帮忙爸母做家务事和田里的农务，无法度亲像其他同学共款，会当逐日去学校。读高中的时，也捌面临失学的困境，佳在得到老师关怀，才有机会重新转去校园。会记得迄一日，我牵牛转去厝呢时，远远看到一台白色轿车停伫阮厝的门口。迄应该是驶入阮部落的头一台轿车。原来是导师开车来找阮爸母讲话，我才通得顺利完成高中的学业。为了读高中，我提出勇气离家逃走。我因为无想要辍学，差不多有几年拢毋敢转去厝呢，就是烦恼阮老爸搁爱我休学去帮忙农事。安尼卑微的我，却望上主拣选来服侍伊。我心中满是感恩，一切荣耀归伫伊。因为扫罗的无顺服，上主清楚对撒母耳讲：我已经气杀扫罗。上主决意无要互扫罗继续做以色列的王。上主的神也无搁再甲扫罗同在，切断甲伊的关系。因为安尼，撒母耳为扫罗忧伤真长的一段时间。有时阵我会想讲，身为上主的仆人，做牧者时常伫讲坛顶宣扬主的道，但是敢也有可能亲像扫罗共款，只是维持外表形象和外在的积分，却早已经毋是谦卑为主所用的器皿咧。这是偌尔啊可怕的光景！无上主同在的牧者，要安怎带领教会的兄弟姊妹咧？身为上主所抹油设立的君王，扫罗竟然用小聪明背逆上主，无怪撒母耳为伊入迷，伤心痛苦。但是上主对撒母耳讲：“你要为着伊忧伤偌久？”上主毋准撒母耳沉溺伫伤痛，因为伊并无离弃伊的子民。上主吩咐撒母耳：“你用油甲角做好满，准备出发。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。我伫伊的囝中间已经拣一个要做王。”上主的意念永远悬过人的意念。咱必须放下家己的想法，才会当明白伊的启示。撒母耳遵照上主的话到伯利恒，要对亚西的囝儿中抹油设立一位王。当撒母耳看到悬大的以利亚，心内想讲：这个一定是伊所选立的人。但是上主对伊讲：毋通看伊的外表，身材大汉，我敬的毋是这个。人往往看重外表，上主看重的却是内心。对亚西的眼光，大卫应该无机会做王，所以才无甲伊找回来。对这个角度来看，人的眼光和上主的眼光确实有真大的差距。当撒母耳得知亚西也有一个囝儿受忽略伫外面伫饲羊的时，知影伊就是上主要拣选的人。因为上主已经明白指出，要伫亚西遐的囝儿中拣一个来做
做以色列王。当大比一转来，撒母耳看见伊红膏赤齿，目睭有神，生做英俊，这表示大比的纯洁反映着上主的荣光。上主对撒母耳讲：“这个就是你家己抹油。”伫一个受圣神充满的人身上，才会当看见上主的荣光。咱来学习分辨，毋通互外表遮盖上重要的内心。默想，对经文中我学到上珍贵的功课是甚物？对经文中我学到上珍贵的功课是甚物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感谢你教导我，毋通单单看外表，爱看重内心。愿我时常谨记你的话语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